電報發明於19世紀初，是利用電信號傳遞文字的早期即時通訊技術，徹底改變了信息流通速度。1830到40年代由庫克、惠斯通及摩斯分別研發。1844年摩斯發出首條電報，隨後海底電纜與無線電技術讓通訊跨越海洋，成為工業社會重要基礎建設。電報歷史的發展階段，起源與早期實驗。18世紀末1830年代，在電氣化革命前，法國曾使用光學信號機 （optical telegraph） 傳訊。早期科學家研究利用靜電傳輸信號。商業化與摩斯電碼1837到1844。1837年，庫克 （William Cook） 與惠斯通 （Charles Wheatstone） 在英國取得專利，並於1839年投入鐵路使用。1837年，美國人摩斯 （Samuel Morse） 取得專利，並發展出摩斯電碼 （Morse code）。1844年5月24日，摩斯發出歷史上第一份公開電報。上帝創造了何等奇蹟！跨洋與全球化。19世紀中後期，海底電纜的鋪設使電報能跨越大西洋。1865年，國際電報聯盟成立，推動了全球通訊網絡的形成。無線電與衰落。20世紀初無線電技術應用，電報可抵達絕大多數地區。後來隨着電話、傳真及現代數位網路普及，傳統編碼電報已十分罕見。台灣電報史。1877年10月完工了台灣第一條電報線路，由台南至鳳山，其後來更鋪設了至福州的海底電纜。電報曾是高昂且急迫的通訊方式，按字計價。在現代通訊軟體發展後，其歷史任務已完成。